主內平安。咁咧今日我哋咧就冇咗 WiFi 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可能咧就今日會有啲即係遲咗開始啦，咁因為有好多咧即係弟兄姊妹而家後邊咧即係急救中。咁咧網上嘅弟兄姊妹咧可能暫時未睇到住嘅嚇。咁不過唔緊要，我哋都開始今日崇拜，我哋都禱告祈求啦，希望今日一切順利啦嚇。原來即係我哋冇咗 WiFi 係好致命嘅，唔係淨係年青人啊。弟兄姊妹，今日咧係教會年曆嘅新嘅開始。教會年曆咧同我哋一般嘅日曆咧，咁咧教會嘅年曆咧新開始咧就係喺將臨期開始嘅，就係將臨期開始。係由我哋預備心靈等候迎接基督嘅降世咧開始。將臨期咧係聖誕節前嘅4個主日，我哋藉住我哋嘅敬拜，再次預備心靈咧迎接主耶穌基督嘅降生，亦都仰望咧佢嘅再臨。今日咧我哋今年咧選擇咗4個嘅主題，分別係盼望、愛心、喜樂同埋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呢個星期或者我哋咧都睇見唔少咧失去盼望嘅面容，睇見咧社會嘅不公義。但係我哋相信主耶穌基督嘅盼望嘅係盼望嘅源頭。我哋相信主耶穌基督讓我哋成為一個承載盼望嘅群體。將臨期我哋會每星期咧燃點一支嘅蠟燭，我哋通過呢個嘅禮儀話俾世界，主嘅光係會越嚟越明亮嘅。我哋每星期會點一支嘅蠟燭。我哋雖然可能活喺黑暗嘅裏邊，但係我哋仍然有主耶穌基督嘅光，我哋喺世界成全光明。我哋會先點一支嘅蠟燭，紫色嘅蠟燭。讓我哋先安靜自己。各位弟兄姊妹起立，我哋一齊禱告。賜盼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喺紛亂不安嘅世代，你仍然以慈愛呼召我哋，叫我哋喺基督裏邊得着活潑嘅盼望。當我哋燃點呢個盼望嘅燭光嘅時候，求你嘅聖靈亦都燃點我哋心中嘅信心，叫我哋唔單紀念你愛子昔日為我哋降生，亦都切切嘅仰望佢榮耀嘅再臨，更新我哋呢個破碎嘅世界。求你今日藉着詩歌、經文、信息，同我哋每一個說話，使我哋嘅心再次被你嘅應許堅固。喺生活各種嘅困難同埋等候裏邊，學習以盼望代替失望，以信靠驅走懼怕。願呢個盼望嘅亮光充滿今日嘅崇拜，亦照亮我哋嘅家庭、職場同埋城市。我哋同心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喺詩篇第89篇1到2節嗰度咁樣講：我要歌唱耶和華嘅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嘅信實傳到萬代，因我曾說你嘅慈悲必堅立到永遠，你嘅信實必堅立在天上。我哋一齊頌讚主嘅信實。你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遠沒有轉動應驗，永不改變，父神
每天是憐憫，無始無終，相處只因不盡。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信福清晨，更經歷新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身。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神福清晨，更經歷新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身。你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你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求賜今天力量，每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情神福清晨，更經歷新人。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身。喺詩篇第42篇第1到2節嗰度咁樣講：神啊，我的心要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顯出榮耀，在你子民的讚美中。我要看見，我要看見，如同摩西看見你的榮耀。我要看見，我要看見，這時代要看見你榮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顯出榮耀，在你子民的讚美中。我要看見，我要看見，如同摩西看見你的榮耀。我要看見，我要看見，這時代要看見你榮耀。我們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們。我們宣告你的名，求你憐憫我們，求你與我們同行，使我們的安息在你
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哋願意真係看見到神。當我哋喺一個啲唔同嘅環境、唔同嘅挑戰嘅當中，神總會放下一啲唔同嘅記號喺我哋嘅身邊，讓我哋係親眼見到神嘅。腳步未能達前，預算路向不兌現，終點總看不見，被固執蒙蔽視線，難理解高深轉變，藏在背面，期待美善續現。能看到光輝一線，屬天恩典，烙印在記憶深刻新鮮。直路轉彎，你預先設記號，混亂變遷裏認清真光照引我走出末路窮途，拋開憂心困惱。無時時地因主傾聽我禱告，謝謝你體貼內心設記號，就在往昔片段中發現當我處身於寂寞長途，因主足跡遍佈，常在寒夜加添溫暖，是你擁抱。身軀不再冰冷，突破自困的界限，心中充滿驚嘆，被你釋放我頌讚，憑應許支撐所盼，無懼變幻，同渡世上萬難。愁緒於風中飄散，負擔輕散，讓信念每天張開雙眼。直路轉彎，你預先設記號，混亂變遷裏認清真光指引我走出末路窮途，拋開憂心困惱。無常時地因主傾聽我禱告，謝謝你體貼內心設記號，就在往昔片段中發現當我處身於寂寞長途，因主足跡遍佈，常在寒夜加添溫暖，是你擁抱。動盪變遷，世事難料，彷徨裏失去目標，生老病危，苦醉是迷，人生消失似煙，禍患困擾。
天再難料，誰定向為我指示？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明天高必是，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在今天，明日掌管於你手裏。我哋大家一齊低頭祈禱。真係天父，我哋嘅心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哋願意真係看見你啊，看見你嘅榮耀。我哋確信你係信實嘅。你所面對嘅種種會令到我哋嘅心去擔憂，令我哋嘅心去煩躁。尤其是啱啱過往嘅星期三，我哋見到香港大埔嘅大火災，啲居民失喪咗嘅家園，失喪咗嘅親人，仲有好多仍然都喺醫院裏邊急救中留醫搶救。我哋天父啊，求你親自憐憫安慰佢哋，醫治佢哋嘅心靈。受傷嘅、急救中嘅，求主你都醫治，幫佢哋快啲嘅好返。求主你都讓佢哋重新得力，經歷你嘅恩典同埋保護。求主你祝福每一個嘅家人，每一顆心。主啊，我哋要仰望你，因為你係我哋嘅拯救，你係我哋嘅神，你係我哋嘅盼望。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禱，阿門。隨主明天。動盪變遷，世事難料，彷徨裏失去目標，生老病危，苦醉是迷，人生消失自然，禍患困擾，天災難料，誰定向為我指示？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明天高必是，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在今天，明日掌管於你手裏。明天高必是，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在今天，明日掌管於你手裏。明天高必是，幻變世界會終結，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在今天，明日掌管於你手裏。Amen。太清楚。各位弟兄姊妹，
今日咧，我哋好開心，我哋請到咧中國神學研究院呂敬業牧師咧喺我哋當中為我哋證道。咁咧，我哋將時間係交俾呂牧師。好係咪好？首先咧，代表中神咧同大家問安先啦嚇。咁我係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嘅教授啦，咁亦都係而家係呢個中神多倫多嘅叫做總幹事嚇。咁啊總幹事搞乜嘅咧？我都仲喺度摸索緊嚇。總之啲人就話總幹事即係叫 CEO 嚇，即係英文即係 Check Email Officer。咁我就嚟咗就經常 check email WhatsApp 嚇。咁至於我哋中神多倫多真係想做啲乜嘢咧？咁你就得閒可以嚇冇嘢做可以 Google 下 CGC Toronto 嚇。咁啊上網站咁啊慢慢睇下啦。咁我就唔賣廣告啦。咁咧係咪我哋有經文㗎？有冇啊？42篇、43篇。如果冇嘅話，就亦嘅，定係未開啊？OK，今日好多 technical problem。如果你後邊控制得到啊，後邊控制啦，即係費事咁鬼煩。OK，如果你有乜嘢紙啊定乜都好啦，咁啊可以攞詩篇42篇出嚟。OK，咁咧就熒光幕仲喺度睇緊個帳幕嘅時候，咁不如我讀出嚟啦。OK 啊，詩篇42篇第一節開始。嗱，我讀呢個和修本嚟嘅嚇，所以如果唔係呢個和合本，和修本嚟嘅嚇，所以如果你係和合本有少少唔同。好，我會讀晒第11節嚇。OK， 好，詩篇42篇第一節，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裏呢？我從前與眾人同往，領他們到神的殿裏，大家用歡呼稱頌嘅聲音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愁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我的心在我裏面憂愁憂悶，所以我從約旦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紀念你。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白晝耶和華必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祈禱嘅賜我生命的神。我要對神我的磐石說：你為何忘記我呢？我為何因仇敵的欺壓時常哀痛呢？我的敵人辱罵我，好像敲碎我的骨頭。他們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裏呢？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我哋低頭做禱告啊！主，我哋求你都幫助我哋。假如我哋當中真係有弟兄姊妹心裏愁煩，有啲事讓我哋唔能夠懷住盼望、懷住喜樂面對今日、面對明天，求你去幫助我哋。今日藉住詩人嘅一篇嘅禱告，鼓勵我哋每一個人交託禱告，奉耶穌基督名。好嗱，呢段經文呢，就其實有少少背景啦。嗱，呢段經文當然係詩人一個嘅愁煩、心裏愁煩嘅時候嘅一個禱告啦嚇。咁但係詩篇裏邊呢，有一啲嘅背景呢，讓我哋去理解下呢首詩可能本來嗰個 original 啊，嗰個本來嗰個嘅意思係啲乜嘢意思嚟嘅？OK， 嗱呢度咧講到咧佢曾經嚇第三節嚇第4節我從前。
其悲傷嚇。呢節咧，其實呢第4節咧話俾我哋聽咧，詩人你可能你知道舊有啲背景啦嚇，就係即係 suppose 一啲起碼啲舊約嘅男性1年3次要去到耶路撒冷嘅聖殿守節嘅嚇，獻祭物俾耶路撒冷。其實咧，即係如果你應該好感恩咧，你唔係舊約嘅以色列人嚇，因為咧舊約嘅以色列人咧，如果你唔係住喺耶路撒冷城，咁少數人住喺耶路撒冷城啦，多數人都係住喺周圍嘅地方啦。咁你去加利利嘅一個農夫咁或者一個漁夫咁你要去耶路撒冷守節期，咁你可能行翻2個星期嚇，當時有行路嘅啫，行2個星期咁，然之後先至去到耶路撒冷嗰個聖殿去獻祭俾神嚇。記住咧，喺舊約嘅即係制度裏邊咧，你唔可以即係隨便獻祭，你唔可以喺屋企後院燒隻牛俾神嘅你只能夠去耶路撒冷嘅聖殿獻祭嚇。所以今日咧，其實你好方便嘅嚇，即係如果你今日咧覺得你揸車喺雪中揸車嚟呢個教會已經令你精神緊張嘅話咧，你想象如果你係舊約嘅人咧，你即係一諗起要行2個星期先至去到耶路撒冷先至敬拜到神，你就更加心裏受煩啊嚇。所以其實你喺雪中揸車嚟好少件事啫咁樣嚇。但無論如何 ，OK。佢哋呢個咁嘅詩人嚇，詩篇呢個42篇呢個詩人，佢話佢而家冇辦法去即係聖殿啦嚇，即係以前佢同眾人一齊我唔即係詩人唔知佢喺邊度啦，佢亦都唔需要你知道啦。總之佢以前想像佢從前嘅日子，佢係可能成班男人咁樣嚇，即係一齊開開心心咁樣操去唔知由佢嘅家鄉一路操去，好似一個嘅一個 long trip 咁啊，一個路上咁行去呢個聖殿敬拜耶和華嘅。不過而家做唔到啦。呢個嘅咁嘅事情已經成為過去啦。點解成為過去？詩人冇詳細解釋啦嚇。不過好可能其實個背景就係呢個詩人其實係活喺一個被擄嘅一個處境裏邊嚇。如果大家讀舊約歷史，可能讀過嚇，即係以色列曾經亡國，咁有啲人被擄到巴比倫，咁可能佢係其中一個啦，被擄到巴比倫嘅人。我哋唔敢肯定嚇。不過你對呢段歷史即係有想知多啲嘅話，咁即係請你哋嘅黃傳道教你主日學得㗎啦咁樣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嚇，即係我今日嘅主題係講盼望咁嗱，首先咧呢個嘅詩人咧，其實第一節已經話俾你聽，或者第一、第2節咧已經話俾你聽嚇，即係正確嘅神學所謂即係神學101咁嚇，即係你浸禮班都教㗎啦。我哋首先點樣人生要有盼望咧？首先要校正有我哋嘅盼望在哪裏嚇？即係如果我哋嘅盼望係喺一啲世界上嘅事情嚇。頭先唱嗰首詩歌都好好即係咩生老病死咩世事變幻咁樣嚇。如果你嘅盼望喺一啲世界上嘅事情，咁自然好容易會失望嘅嚇。即係頭先都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冇人係即係仲係 AB Stream 嗰啲仲喺度懷疑緊唔知留唔留得低加拿大嘅人啦咁樣嚇。你想象好多過去嗰幾年即係有好多香港人移民咗嚟加拿大。因為佢哋曾經盼望即係有一個更加民主嘅香港，咁發覺冇啦，呢個盼望破滅咗啦，所以佢哋覺得好難即係叫點講即係人面依舊即係但係已經成個社會變咗即係因為桃花依舊但係已經成個社會變咗啦咁，所以本來嘅盼望失去咗，所以結果佢哋就要選擇離開呢個所謂傷心地咁。咁當然嚟到加拿大，如果有啲選擇嚟到加拿大嗰啲，又發覺好即係個盼望好困難啦，係咪啊？即係移民嚟加拿大嗰啲，就本來盼望AB Stream 咁快啲搞掂佢啦咁樣，咁而家發覺加拿大政府拖住你啦，佢又唔係話取消，又總之就拖你唔知幾多年，10年8年都係英國政府好啲，5年就5年咁即係講得清楚啲咁樣嚇。咁所以你嚟到加拿大，你離開呢個即係你失去盼望嘅香港，嚟到加拿大繼續冇乜盼望咁樣嘅。當然去到英國嗰啲係另一個問題啦，生計有好多問題嚇。總之即係人生，即係詩人知道即係如果你嘅盼望係喺世界上嘅事情呢，係世界成日都叫你失望嘅嚇。你以為會得到嘅嘢，結果得唔到嚇。詩人好明白嘅嚇。其實呢，順帶提一句啊，其實如果即係我唔知係咪叫做安慰呢啲新移民啊，即係如果你活喺加拿大覺得
即係唔係好多盼望嘅話咧，咁其實唔止你嘅嚇，連呢度加拿大土生土長嘅人咧，嘅年青人咧，原來都唔係好多盼望嘅咋嚇。我睇過一個好有趣嘅 survey 嘅嚇，即係我睇過一則新聞，即係有人你知啲西方世界成日都中意做 survey 嘅，梗有一個人做一啲 survey 嘅咁。有人做過一個 survey 就係咁嘅，你知上一排咧。阿 Donald Trump 嚇呢個即係個嘴大到即係無倫嘅呢個咁嘅美國總統咧，曾經就話不如加拿大成為美國其中一個州啦，咁啊即係對加拿大好啊咁。咁當然忽然間加拿大人就好愛國啦嚇，即係以前都唔識愛國，多謝 Donald Trump 一句，咁啊大家都好愛國啦咁啊。咁有人做過 survey 嘅，咁即係問啲人嚇咁啊，即係你覺得如果加拿大成為美國嘅一部分好唔好啊？咁啊，根據呢個 survey， 80%嘅人都反對唔得嘅，加拿大唔可以成為美國嘅一部分咁。不過即係仲有20%啊，咁嗰啲人點諗唔知道啦。但係個 survey 最有趣嘅咧，就係 among those under 35，即係35歲以下嘅嗰啲嘅青年人咧，among嗰啲青年人之中咧，40%嚇，即係 double 個 normal population 啊，40%嘅青年人咧係表示。都幾好啊！如果加拿大變咗美國一部分嚇，只要我哋能夠攞到美國公民完全一樣嘅權利嘅話，咁加拿大成為美國一部分幾好啊！佢哋接受得到啊！即係點解年青人明顯容易接受到加拿大成為美國嘅一部分呢？雖然都係 minority 嚇，但係40%都係幾重要嘅 minority 嚇。呢個反映即係其實好多加拿大嘅年青人，土生土長嘅年青人，其實對前途都覺得冇乜盼望，所以覺得或者加拿大成為美國一部分，或者會個經濟會好啲咯，或者會多啲機會咯咁嚇，歸入去都唔太差㗎咁。當然寫呢篇文章嗰個人就係話咁，即係加拿大咁都幾大鑊喎嚇，即係年青一代咁樣諗。但無論如何嚇，即係去翻言歸正主啦。詩人知道 ，OK， 我哋嘅盼望唔應該係世界嘅嘢，係應該係即係神喺神嘅身上。不過咧，詩人但係始終都體會一樣嘢，就算咧佢知道頭腦上知道嚇，佢應該盼望在乎神，但係實際嘅生活之中咧，好多時佢覺得神好不在場嚇，即係用而家嘅講法，佢覺得神係 absent 啊，上主喺佢嘅生命之中不在場。因為上主在佢嘅生命之中不在場啊。第2節，我嘅心渴想神，我幾時能夠朝見神？我第3節，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OK， 佢唔覺得，佢唔 feel 到，可以咁講啊，即係神喺佢生命之中。當然有一個實際嘅場景咧，就係佢以前可以去耶路撒冷朝拜，咁而家做唔到啦嚇。咁但係呢個即係實際嘅場景，只係一種引發呢種嘅不在場嘅感受。因為詩人其實都知道咧，神係無所不在嘅嚇，即係佢 cognitively， 佢頭腦上佢知道神係無所不在嘅。OK， 所以第六節嗰度講咧，所以我要從約旦地嚇，即係約旦，即係今日類似嘅約旦啦，從黑門嶺啊，黑門嶺就係今日嘅 Syria 嘅喺今日嘅敍利亞裏邊嘅嚇，從米薩山嚇，即係邊度都好正。總之個詩人咧就話佢喺個頭腦上咧，佢知道咧，其實佢喺一啲所謂外邦人嘅地方啊，約旦地啊、黑門山啊，嗰度都可以，其實神都喺嗰度嘅。其實喺嗰度佢都可以紀念神嘅，其實喺瀑布之中，喺深淵之中，神都喺度。即係佢 cognitively， 佢理性上佢知道咧，其實神唔係限喺耶路撒冷一個地方。不過心靈上咧，佢真係唔覺得神嘅存在。佢覺得好，即係有一個即係教會傳統有一個講法叫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啊。佢覺得佢跌在黑暗之中，佢見唔到上主，見唔到神嘅亮光。好啦，詩人點解見唔到上主嘅亮光呢？點解佢覺得即係好冇盼望呢？咁樣點解會受煩呢？咁詩人嘅禱告呢，我諗反映咗佢面對幾樣嘅情況嚇。第3節嗰度講啦，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人不住地對我説：你嘅神喺邊度呢？我諗第一樣嘢好影響詩人嗰個嘅心情呢，除咗佢 physically 啊，佢嘅人真係翻唔到耶路撒冷。另外一樣好影響佢嘅咧，就係佢冇辦法，即係佢好受佢周圍嘅人影響。佢周圍嘅人咧講好多負面嘅説話，
嗱，啲人點解會咁講唔知道啦，可能係一啲外邦人嚇，即係我哋想像可能其中一個 case 就係因為而家以色列亡咗國啦，佢被擄到去呢個巴比倫嘅地方，咁佢繼續想敬拜耶和華，可能啲巴比倫人就同你講：喂，你做乜仲拜你個耶和華啊？你個耶和華咁鬼渣，你個國都亡咗咯嚇，你都輸晒啦，你拜嗰個神搞到你個國家輸晒。你仲拜佢拜乜鬼啫？係嘛？即係你嘅神在哪裏啊？如果呢個耶和華真係真嘅，點會唔保守你個國家啊？點會搞到亡咗國啊？咁啊，可能俾好多負面挑戰嘅説話，呢啲咁嘅負面挑戰嘅説話咧，令佢覺得即係好冇人啊！佢唔知點樣答啊，覺得咧，當人哋去咁即係咁去挑戰嘅時候咧，會覺得哇！即係神啊，點解你唔出手嘅？點解你唔做啲嘢咧？啊，佢哋咁樣講埋晒啲負面嘅嘢，世界冇改變喎，依然都咁負面喎，咁樣。我諗喺人生裏邊咧，實際嘅場景好多時都係嘅，即係點解我哋好多時覺得人生冇盼望咧？咁啊，即係咪我哋見到周圍好多負面嘅説話咯？咁樣啊。嗱，當然即係譬如又講翻香港人咁先算啦。香港人而家都覺得都幾香港。如果你即係睇啲 survey 都知，香港一般人都覺得即係幾負面嘅，對香港前途都好負面。啊，咁點解咁負面？咁唔好理客觀情況啦。當然有時就真係俾個政府啊，對唔住啊，講1分鐘政治，俾個政府激死嘅咁。啊，香港政府成日就話要説好香港嘅故事啊，即係我哋一聽呢啲就好似話此地無銀300兩。即係説好香港故事，咪即係叫我哋個個人苦笑咁。係啊，香港真係好好啊咁樣啊。不過唔好理啦嚇。但係除咗香港，即係香港政府成日要叫我哋説好香港故事之外咧，其實如果你喺香港，你可能你個 WhatsApp 嘅群組係嘛，成日都會收到一啲好晦氣嘅説話。特別今次啱啱嚇，就頭先領師都提到啊，啱啱即係大埔發生個火災啦。除咗為啲即係死傷嘅人或者佢嘅家人哀悼之外，其實當中 WhatsApp group 裏邊可能亦都會傳好多負面嘅説話。係啦，香港淪落到咁嘅樣啊，點解會咁嘅即係更加明顯係官商勾結啦嚇，做乜整晒咁多發泡膠啊？做乜搞到咁啊？3億元啊，明顯係貪污，所以即係呢間公司攞到呢個咩3億元嘅工程啦等。即係除咗話為哀悼嘅人去禱告之外，亦都有好多同時有好多指責啊、負面嘅説話流傳。再加上咧，除咗呢啲咁嘅 WhatsApp group 之外咧，你知道即係而家網上好多 KOL 噶嘛嚇，好多嗰啲嘅嘢，即係嗰啲叫做咩？即係名嘴啦嚇，即係唔知中文點講名嘴啦，或者英文就 KOL 啦。咁我會同你講好多 conspiracy theory 嘅嚇，好多呢啲咁嘅陰謀論嘅嚇，即係其實係啦，即係點解3億元啊？咁因為嗰個立法局議員定唔知邊個咁搭路咯，咁分明就係個前業主法團同個立法局議員勾結咯。咁嗱，呢啲理論可能係真，可能係假嚇，即係佢 KO 嘅講嘅嘢，我唔係話完全係假。不過問題咧就係好多時即係我哋去睇呢啲咁嘅言論咧嚇，有啲咩城寨新聞啊，有好多啦，網上好多呢啲咁嘅人嚇。有時咧越睇越令自己猛嘅。係啦，呢個世界上真係好鬼邪惡，個人都即係你又勾結我，又勾結你嚇，即係背後真係好慘啊！話呢個世界仲邊度有公義啊？咁樣嚇，聽得多睇得多咧，個人會變得越嚟越變得負面嚇。即係越嚟會有一種嘅質問咧，覺得啊神喺邊度啊？點解呢個世界咁多唔公義嘅事情都發生啊？點解呢個世界咁衰㗎嚇？當我哋睇好多呢啲即係唔同嘅言論，無論係一啲負面嘅發泄嚇，或者好多呢啲即係陰謀論啊呢啲咁嘅言論嘅時候咧，我哋嘅人個注意力嚇俾呢啲嘢攞走咗，於是乎我哋跌落咗一個投訴嘅 mood 裏邊嚇，覺得即係啦，上主你唔喺度啊！如果你喺度嘅話，點解呢個世界咁唔公平？嗱，詩人咧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提醒自己啦嚇。第5節，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嘅禱告。詩人話咧，有時我哋真係要將呢啲負面嘅言論，或者所謂世間人嘅言論嚇，真係要將佢放低嚇。我哋可以同神講話，係啊，我真係覺得呢個世界好唔公平啊！我唔知點解。
不過上主你幫助我，即係唔好再去睇、再去聽、再去諗咁多呢啲所謂唔公平嘅嘢啦嚇。即係我諗落去，即係問落去啊，佢睇多幾個 YouTube 啊，都係冇幫助嘅，都唔能夠讓我能夠睇到上主嘅作為啊。上主啊，求你幫助我，當我覺得呢個周圍嘅人嘅言論引起令我覺得好激氣嘅時候，幫助我放低呢啲説話，幫助我去返神嘅面前，幫助喺神面前有啲安靜嘅時間，學習我要稱謝他。嗱，其實咧好得意嘅，即係盼望呢下嘢咧，我哋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頭腦上咧都相信上主係冇離開我哋嘅，不過心情上唔係成日 feel 到，所以詩人咧就話有時我哋要放低一啲負面嘅嘢，世界唔公平嘅嘢，自己生命中經歷嘅失望，反而去諗下有咩可以稱謝佢咧？嗬，過去一個星期，過去一個月。可能好少嘅事情啦嚇，即係朝頭早起身喉痛嗰日要唔知喺公司俾個 presentation 同神禱告，結果返到公司個喉嚨又講到嘢喎，成功做咗個 presentation 喎，可能係好少嘅事。諗翻下呢啲小嘅事情，數一數啊，過去2個星期係有冇真係即係趕時間喎咁啱嘅巴士去到巴士站嘅巴士就出現啦如果你搭巴士嘅即係有冇一啲小嘅幾小嘅事情都好啊，諗下有冇啲嘢係發生過，見到上主係真係照顧緊你嘅喎。詩人話當佢去能夠咁做嘅時候，佢就開始個盼望翻嚟啦，佢個心就開始冇咁煩躁啦。第二樣嘢，咁詩人提醒我哋，其實講過啦。詩人就係喺度諗翻佢過去同嗰啲人一齊去嚟到去敬拜嘅時候，好開心喎。而家冇啦，而家冇得去敬拜神啦。所以佢成日諗翻當年嘅日子，佢覺得自己好淡。第4節嗰度講係咪？我追想這些事，我嘅心極其悲傷。我諗有好多時我哋唔能夠有力量去盼望，就係因為我哋太過懷念過去嘅事情。有時過去嘅事情有啲嘢真係好開心嘅，上主祝福咗我哋，呢啲全部都係好事。不過如果我哋捉住呢啲嘢覺得哇，即係當年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今天我還能有什麼盼望呢？咁上主嘅祝福反而就會成為一種嘅咒詛，一種嘅捆綁。即係譬如舉個人生好實際嘅例子即係我有3個女即係而家呢3個女都廿幾歲啦但係我當年呢，譬如我喺03到06嘅時候呢，我就喺愛丁堡讀博士嘅嗰陣時03到06年嘅時候呢，我個女就基本上6歲到10歲6歲到10歲啦，即係佢咁上下啦嗰個 range 估定係會6歲到10歲到啦，咁個 range 咁樣嘅時候呢，跟住呢就好開心嘅，喺 Edinburgh 讀3年博士呢，其實weekend 就帶住啲3個女帶住老婆，帶住4個女人走去遊下啲 castle 夏天遊下沙灘好開心嘅。後來而家啲女大達咁即係到佢哋即係嗰陣時6歲到10歲啦，係咪？到佢哋16到20歲嘅時候，啲女就唔睬你㗎啦所以如果你係爸爸，你有啲後生嘅女呢，快啲而家同佢玩下因為6歲對10歲嘅啲女呢，覺得個爸爸係好威水嘅，係全世界最勁嘅人嚟嘅。不過再大啲呢，就開始發覺，爸爸都係人一個啫嘛，有乜咁特別啫咁樣咁即係嗰幾年喺 Edinburgh 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同幾個女一齊即係雖然讀博士有讀博士嘅挑戰，不過我其實覺得即係諗翻轉頭，覺得好似度咗假3年一樣咁開心。好啦，我記得咧，即係於是乎我即係03到06 sorry 03到06喺 Edinburgh 讀，06年離開咗 Edinburgh 啦，讀完書啦咁樣 OK。跟住我記得咧，有一年即係過咗10年之後2016年咧，有機會翻去愛丁堡因為要開一個 academic conference。咁於是乎咧，我就行翻去當年03到06即係啲女其實03嘅時候，啲女就係3歲到差唔多係啦，3歲到7歲到啦跟住然之後就3年嘅時間就大咗3年啦咁。跟住去翻嗰3年
嗰個住嗰個宿舍。我去行翻入個宿舍嘅時候咧，我直情感到有種 physical pain 啊，直情覺得真係心痛嘅 literally 覺得個心好似有啲痛咁嘅。因為點解咧？諗翻，哇！嗰段美好嘅日子過去咗啦。嗰段同嗰個3個女咧喺個嗰個宿舍嗰個草地嗰度咧，見到佢哋走來走去啊，我又可以抱下佢啊嚇，即係當然到2016嘅時候抱都抱唔起啦，擲死我啦！嗰陣時仲要抱我啲女嚇，咁即係諗翻起當年啊，抱個女同佢哋玩啊，行 castle 啊，即係嗰段美好嘅日子咧咁，直情覺得有種 physical pain 喺度嘅，即係係咯，走咗啦，冇啦嚇，而家啲女要放手啦咁樣。特別咧嗱，由2016年跳到而家又過10年啦嚇，2025年係我哋啱我個女咧就大女嚇就生咗第一個 baby 嚇，即係我而家係成功人士啦嚇，成為咗公公啦咁嚇。咁但係咧去即係探啲女嚇，覺得個女結咗婚之後咧，即係有種感覺咧，我同老婆都有種感覺，其實唔係多咗個仔，係少咗個女咯。即係好似覺得，即係個女嫁咗出去就已經係嗰邊嘅人嚟㗎啦咁樣啊，所以即係啲嗰個女嚇，即係同我哋傾偈，乜嘢都以個老公嘅利益為第一考慮咁樣嚇，唔係以老豆嘅利益為第一考慮。係有時即係同佢傾偈，同佢相處，覺得唉，湊大咗個女，咪又係送咗俾人咁。佢心情好矛盾嘅，即係而家我繼續我後生嗰兩，即係唔係後生，即係細啲嗰兩個女咧，就仲未結婚。咁我哋同老婆經常都為佢禱告，快啲有個好老公啦咁。咁但係其實有咗個好老公咧，又發覺咁啊，即係失去咗個女咯。咁有時望住老婆睇下，係咯，將來嘅日子就剩翻我哋兩個㗎咋。即係過去好多日子去咗就冇㗎啦咁。咁但係咁點啊？咁咪要學習另一種生命，另一種嘅享受咯，情操咯，即係我講即係話咧，唔好俾過去嗰種你享受嘅嘢成為咗你嘅唯一嘅盼望。過去 OK 同啲女玩好開心，今日冇啦，冇呢樣嘢玩啦，咁啊嘗試去揾下其他嘅嘢，同阿老婆揾下其他嘅嘢可以享受嘅嘢咯嚇。琴日我唔知你知唔知啊，即係呢個嘅。喺咩市浸嗰度啱啱有呢個 Messiah， 即係有冇人聽過呢個Handel 嘅彌賽亞神曲有一個免費嘅 concert 喺市浸咁。於是乎咪同老婆問老婆去唔去啊？咁去咗咯咁。其實係臨時決定嘅咋呢啲嘢。嗱，諗下如果我仲有3個，即係想當年有3個後生嘅，即係好細個嘅女嘅話，完全唔可以有呢種咁嘅 spontaneous 啊，即係好忽然之間，我想去咪去咯咁樣要照顧3個女噶嘛，係咪？而家冇啦，而家淨係我成日同老婆講嗱，你咁過去嗰夜年30年都係照顧啲女，都係時候你照顧下我啦咁樣照顧下老公啦咁啊。咁而家咪好咯，咪兩個人生活自由啲咯有時好多啲 spontaneous， 即係即刻即時想做嘅嘢。有呢個空間去做，咁啊享受下呢一種嘅樂趣咯。同樣地，即係如果你係移民嘅話即係其實可能你離開香港好多嘢都好 miss 嘅即係我就唔係諗住移民嘅，不過嚟到好多嘢都好 miss 嘅譬如我係好中意行山嘅咁樣我即係我 N 年前我喺 Queens。呢度嘅 Queens 讀過都有嚟 Toronto 不過當時又唔係好熟習 Toronto， 只係即係嚟個 weekend 咁同啲同學嚟行下。今次嚟到 Toronto 咧，先發覺哇，原來 Toronto 平到張紙一樣嘅。Toronto 最高嘅所謂嘅山得100幾個 meter 高，呢啲咪山嚟㗎？你都唔係山嚟㗎。我喺香港中意行鳳凰山㗎嘛，900幾個 meter 㗎嘛，仲要爬上去㗎嘛。我中意行啲難行嘅路㗎嘛。嚟到乜都冇得行，真係幾冇癮啊！山又冇，水又冇，水要揸車揸大輪去到 downtown 先見到個 Lake Ontario， 又冇山又冇水，真係好鬼悶啊咁。咁點算啊？咁好彩我哋上主俾我哋一個臨時 apartment 啦，下邊有個 gym 嘅，咁去玩下 gym 咯，冇山行咪去玩下 gym 咯玩跑步機咯，當個跑步機係山咁跑咯咁樣無論如何，即係個 point 就係詩人發覺佢即係
即係佢點解佢心愁悶啊？因為佢成日追想佢當年曾經做過嘅嘢，佢而家做唔到啦。詩人發覺咁樣諗落去唔得嘅，即係咁樣你只係一個死胡同嘅。咁日子過去咗就過去啦，以前有嘅嘢而家冇啦，咁咪冇咯。你點樣去追憶都唔能夠將嗰啲嘢帶翻嚟啊！所以詩人嘅諗法就係點啊？佢提醒自己啦，第6節啊，所以我要從約旦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紀念你。你嘅瀑布發聲，深淵就在深淵響應。你嘅波浪洪濤通過我心。白晝耶和華必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我嘅神等等等。詩人就話佢要再次諗翻，其實神係喺佢面前嘅，神係喺無所不在嘅，喺深淵裏邊，喺瀑布裏邊，喺黑門山，喺多倫多，喺香港，你去到邊一個角落，神其實都喺裏邊。於是乎就要諗啦，喺呢個環境裏邊，你點樣去即係睇到神嘅慈愛呢？咁樣啊，譬如舉個例嚟講，係我其實講真嗰句啊，又講真嗰句啊，即係我唔係舉手話想嚟到多倫多呢個咁嘅準幹事嘅嚇，係俾即係我哋個院長踢咗過嚟嘅就係咁嚇，即係嚇咁不過過咗嚟啦咁樣嚇，咁不過嚇我又發覺好感恩喎嚇，因為呢度都多倫多嘅人都幾熱情嘅嚇，都唔少人請過我食飯嘅咁樣嚇。咁啊，包括有啲忠實嘅冧奶啦嚇，包括有啲甚至呢度有啲其實我本來唔識嘅嚇，一啲嘅牧者都會請我哋食餐飯啊咁，知道新年嚇。發覺呢度 hospitality 啊，所謂嗰個款待唔錯我嘅感覺其實比香港更加好嘅嚇。呢度嘅人嘅款待嘅文化比香港嘅人更加好。咁我咪學習去享受呢度款待嘅人嘅文化咯嚇，所以你幾時想請我食飯 OK 㗎嚇，若果啦嚇，即係 OK 嚇，即係 OK。咁我個 point 即係唔係即係都係叫你請我食飯。我個 point 即係話咧，其實去到每一個地方嚇，都有每一個地方可以體會神恩典嘅地方嚇。呢度嘅節奏慢啲，咁你可能多啲時間嚇。以前喺香港做靈修30分唔係30分鐘，30秒就做完咁樣嚇。咁你都要節奏慢啲，你咪有翻15分鐘做靈修咯，每朝嚇。即係無論你喺乜嘢環境裏邊，諗翻喺呢個環境有啲咩生命，有啲咩美好嘅嘢，有啲乜嘢嘢係睇到神係俾咗你恩典嘅，我哋繼續去諗呢樣嘢咯。跟住咧，其實所有嘅即係基本上釋經學者咧，都會話俾我哋聽咧，其實42、43篇咧係同一首詩嘅延續嘅。所以如果你有聖經咧，你就繼續睇落去啦。詩篇43篇嗰度繼續講：神啊，求你為我伸冤，向不虔誠嘅國為我辯護，求你救我脫離呢個奸詐不義嘅人。你是作我保障的神。為何丟棄我呢？為何因仇敵嘅欺壓時常哀痛呢？求你發出你嘅亮光和信實，好引導我，帶我去嘅聖山，到你嘅居所。我走到神嘅祭壇前，到賜我喜樂嘅神那裏。詩人呢，其實即係43應該係42篇嘅延續啦。詩人喺43篇嗰度呢，就提到一樣嘢，就係佢覺得周圍嘅人喺攻擊佢啊。第1節嗰度，周圍嘅人攻擊佢。佢俾佢嘅環境嚇，第2節講：我為何因仇敵嘅欺壓時常哀痛？我哋唔知道仇敵有乜嘢欺壓佢嘅事啦。呢啲詩你知道，亦都係刻意講得好含糊嘅嚇，因為係越含糊就越多即係人可以代入詩人嘅場景嚇，即係太明顯咁，我唔係佢個故事咧咁樣嚇。咁所以我詩人冇詳細解釋佢面對啲乜嘢欺壓。不過總之就係話，詩人面對好多嘅困難。當面對呢啲好多嘅困難嘅時候呢，往往我哋嘅心境就會覺得神不在那裏，神已經離開咗我哋啦。詩人呢好似提醒我哋呢，就係話有時點解我哋覺得神不在場呢？因為我哋將個 focus 放咗喺神唔係放咗喺我哋嘅處境身上。譬如咧有個即係我哋教會咧，即係喺以前香港教會咧，有個弟兄我都好欣賞佢嘅嚇。佢本來係一個嘅architect 啦嚇，即係一個嘅係啦，呢個一個畫則師啦咁嚇，咁都賺好多錢啊，都係一個即係 professional 啦，好尊敬嘅人啦嚇。咁不過咧佢忽然之間咧有一日嚇，佢即係
即係嗰個生蛇啊，我哋中文叫生蛇嚇。咁但係生蛇本來都唔係好大件事，但係佢生蛇 shingles 嘅嗰啲virus 咧，走咗入佢個spine 嗰度，走咗入佢個骨髓嗰度嚇。所以咧佢忽然間下半身癱咗。咁一個即係本來一個中年人啦，或者一個壯年人啦，叫做嚇。咁本來行得走得嚇，有個好好嘅事業，忽然之間癱咗，係咪啊？你諗下，即係普通一個人可能都會好多埋怨。佢最多癱咗嘅時候咧，佢試好多方法去醫治嚇。佢周圍因為佢係個專業人士啦，佢好多 friend 都係專業人士啦，咁啊俾好多建議啦。啊，包括咧，佢話佢見過一個專家咧，嗰個專家係專門醫馬嘅。因為你知道馬會啲馬咧，有時都會跑下屈親啊，咁啊有啲獸醫走去希望醫翻好嗰隻本來跑得好快嘅馬，咁啊連馬醫都見埋啦，啊試過乜嘢方法，咩 alternate medicine 啊，乜嘢都試過108000種方法，都冇乜明顯改善。咁佢都曾經好 frustrated。不過咧，後來即係講過咗一段時間，都過咗即係2-3年嘅之後咧。佢就唔再試咁多嘢啦，即係佢政府有嘅嘢，佢繼續去做啦，即係 physical therapy 嗰啲啊，游水啊嚇，佢游到水嘅，雖然佢下身癱咗嚇，佢可以即係喺啲特別嘅游泳池裏邊游啦嚇，唔係普通游泳池嚇，佢游到水，佢繼續做 exercise 保持佢嘅健康，但係佢就唔會嘗試去做108000種治療嘅方法啦。佢同我分享咧就係話，其實當佢安靜翻落嚟。當佢接受翻佢嘅即係個處境嚇，佢唔再去強求一定要醫好自己嘅時候咧，佢發覺又有另一種嘅空間出現咗喎嚇。於是乎佢做唔到 architect 啦咁但係佢喺教會嘅侍奉反而更加積極。其實咧，舊年咧就搞下，佢做埋個執事會主席添。佢話：唉，真係呢個真係大鑊嘢，仲慘過癱咗啊！即係做執事會主席。咁無論如何啦，咁佢亦都願意承擔啦嚇。咁啊做咗1年執事，唔知3年執事會主席嘅任嘅。anyway 即係我覺得弟兄呢個故事咧，真係對我係好大激勵嘅。人生有好多問題咧，冇得解決嘅。但係有時再諗下，解決唔到咁咪點咧？解決唔到係咪死咗咧？人死咗咧係嘛？我哋有 cancer， 未必一禱告即刻 cancer cell 冇晒嘅喎，係嘛？有時 cancer cell 醫好又會復發，醫好又會復發，唔一定好得晒喎。社會嘅問題都係咁噶啦，工作嘅問題都係咁噶啦。你個老闆好衰，唔通你禱告老闆啊？求神你聽日叫老闆爆血管死咗？即係你唔做啲咪禱告噶嘛？你唔會噶嘛？係咪咁有時個老闆衰，咁咪老闆衰咯。你都要 live with it 即係人生好多處境冇噶即係你就要接受個處境係咁咯。咁不過詩人發覺咧，當佢去返到神嘅時候，第4節，我走到神嘅祭壇，到賜我嘅喜樂嘅神那裏。神，我嘅神啊，我要彈琴稱謝你。我嘅心為何你為何憂悶？為何在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我還要感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神。詩人發覺最後冇啊，咪回到翻神嘅面前咯，喺佢神面前，喺神嘅聖殿唱翻首讚美嘅詩歌咯。當佢能夠喺神面前唱詩歌讚美神嘅時候，詩人就發覺忽然間係啦，人生嘅問題都唔係真係咁大嘅，做唔翻以前啲專業工作啊 ，that's okay， 有飯食就得噶啦。健康唔係最理想啊 ，that's okay， 我繼續行得食得瞓得已經係一種祝福噶啦。人生其實有好多上主俾我哋好多微小嘅祝福。如果我哋只係睇人生嘅難題，我哋睇唔到上主嘅祝福。但係我哋能夠對神唱讚美詩歌、唱感謝詩歌嘅時候，我哋嘅眼就會打開，就會發覺其實喺困境當中，神已經俾咗我哋好多嘅恩惠。我哋低頭做個禱告。主耶穌，我哋去到你面前，求你幫助我哋。真係生命之中有好多嘢會叫我哋受煩，但係求你幫助我哋，唔好讓呢啲受煩成為我哋嘅主人。求聖靈俾我哋盼望，以致我哋能夠活出靈裏邊嗰份嘅自由出嚟，活出靈裏邊嗰份嘅喜樂。求你咁去祝福我哋每一個人。禱告奉耶穌基督名。
哋一齊起立，唱一首嘅回應詩歌。當轉眼仰望耶穌。你心靈是否煩惱困苦？不見亮光，黑暗滿布。仰望住耶穌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潑豐盛。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別要獻為虛空。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隨主通向生命。我們不再被罪倦困懼，因靠主已得勝有餘。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別要獻為虛空。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信靠他萬事蒙恩典。快去將他全備的救恩，傳給瀕臨死亡世人。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別要獻為虛空。Amen。大家請坐。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網上嘅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今日咧好多謝雷博士、雷老師、雷牧師喺我哋當中。咁咧師母咧今日都喺我哋當中嘅。其實咧咁啊係啦，我哋都多謝雷牧師今日喺我哋當中為我哋證道。咁咧今日我哋有冇新朋友喺我哋當中啊？冇。好，咁咧就有少少簡單嘅報告啦。咁咧，我哋2026年咧，我哋教會嘅主題咧係開始咧，即係正如今日講啦，我哋教會年歷嘅開始啊。咁2026年咧係我哋嘅教會主題咧，可能大家都熟悉嘅。我哋先求神嘅國同佢嘅義。咁我哋咧會繼續咧喺不久將來咧，我哋會有更多嘅下年嘅主題啦，下年嘅一啲嘅即係方向啦，會同大家咧去公佈。咁咧，我哋咧喺嚟緊嘅星期六咧，我哋會有執事會，咁請大家咧都去祈禱紀念。我哋咧都真係即係喺執事會啦，我哋同教會嘅領袖啦，都會一齊咧開始咧去商討咧2026年咧我哋嘅事工嘅方向。咁咧國語堂咧喺12月14號咧，咁有洗禮嘅。咁咧國語堂嘅洗禮咧就有2位嘅弟兄姊妹啦有洪麗偉啦，亦有張杏琪咧係洗禮。咁我哋都喺祈禱紀念啦。咁咧上個禮拜咧，我哋開始咧都有同大家咧去報告啦。咁我哋咧嘅聖誕節嘅崇拜，我哋咧會真係咧都希望咧喺呢個聖誕節嘅崇拜咧，我哋叫做一個跨代嘅崇拜啦。咁啊，好似跨代，好似緊張咗少少啦。其實咧都係邀請大家咧，我哋同我哋嘅屋企人
一齊翻到嚟教會當中咧，去崇拜啦。可能係我哋嘅爸爸媽媽啦、公公婆婆啦、小朋友啦，我哋都喺聖誕節嘅時候咧，我哋翻到嚟教會當中。咁啊，崇拜嘅時間，咁可能咧，弟兄姊妹都想知道嚇。咁我哋崇拜嘅時間咧，有少少同我哋平日嘅崇拜唔同嘅。我哋係10點半開始嘅，10點半開始嘅。咁我諗係25號啊，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地方係我哋教會，咁你唔好去咗隔離教會啦嚇。OK。咁啊，另外咧就係咧亦都有我哋嘅兒童嘅音樂劇啊。咁喺12月20號，咁我哋咧音樂劇嘅名咧係明星。咁咧而家咧都籌備得如火如荼㗎啦，有好多我哋教會嘅唔同嘅樂手啦，唔同嘅小朋友咧去即係喺當中嘅。咁啊，上個星期咧我都有喺佢哋當中啊，咁啲小朋友非常之可愛嘅嚇，即係識廣東話嘅又有，唔識廣東話嘅又有，唔識廣東話講廣東話嘅又有，咁啊都好努力嘅練習。咁我覺得咧係一個咧榮耀神嘅一個好好嘅機會。咁我哋咧主演咧係有2場嘅，就係2點鐘同埋6點鐘嚇。咁啊，雷博士，如果嗰日突然覺得得閒嘅話咧，可以同太太嚟睇下我哋個音樂劇啦嚇。咁咧係12月20號，咁記住咧係有2場嘅，2點至到6點。咁咧2場咧其實咧麻煩大家咧可能咧，因為我哋要統計人數啊，咁咧所以咧我哋都會有免費嘅門票咧，係會咧即係需要大家咧去登記。咁喺教會網頁咧，其實咧你哋都會見到㗎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報告啦，如果大家有啲咩疑問或者咧想有啲咩查詢嘅話咧，咁可以揾 Amigo 嘅。咁咧如果揾唔到 Amigo 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可以揾阿天恩嘅。咁啊麻煩天恩咧可以企起身俾大家認識下天恩，係啦，咁啊認住佢啦，咁啊可以咧有啲需要知道嘅咧可以揾一揾佢哋嘅。咁啊約書亞嘅團聖誕節崇拜咧，亦都聖誕節嘅慶祝活動咧，會喺12月13號6點至9點鐘。咁咧，麻煩大家咧，今日咧係最後嘅報名。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去參加嘅話咧，請聯絡咧我哋嘅弟兄姊妹。咁咧，今日係最後嘅報名。咁我哋星期3嘅祈禱會咧，嚟緊嘅祈禱會咧係我哋為到基教去禱告。咁啊，上個星期嘅祈禱會嘅錄影咧，亦都已經放咗喺網嘅上邊。好，請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嘅同心嘅祈禱。賜盼望嘅上主，求你讓我哋帶住從你而嚟嘅盼望，進入每日嘅生活裏邊，叫我哋喺灰心嘅人群當中成為安慰，喺黑暗嘅環境成為光亮，喺動盪嘅世界成為見證主應許嘅子民。亦讓主，我哋真係每一天，我哋都有感謝你嘅心，因為我哋睇到主，你每一天都用唔同嘅微小嘅地方去祝福我哋嘅生命。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上帝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能力，常與我哋眾人同在，使我哋喺將臨期裏邊學習等候、警醒，以盼望回應我哋每一天，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我哋嘅崇拜嚟到呢度，咁咧神珍重各位。